情况呀？谁放你的？这打水也不能这样子。小裴，不会有事的。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啊？怎么样了？不知道，还在做检查。哎哎，没事儿。医生，他怎么样了？现在看没有什么大碍。那今天怎么办啊？今天先住院吧。日志，我没事了。听医生的。医生，我一会儿去办手续。日志，我真的没事儿，回家休息一下就好。师兄，你就听医生的吧。听医生的吧。行吧。哎，叶教授，哎，林辉，今天裴仁之和方志远请病假。哦，这俩真不愧为发小，连生病都要在一起。啊，好的，知道了，走吧。方志远呢？他好像有点事儿，他说他过一会儿就回来。我不是让他看着你吗？你说，可乐在家会不会饿呀？你要不要回去看看？外卖来了。方志远，原来是因为这个呀。都是我点的，我饿了。你明天要做检查，不能吃太多。好吧，我就吃这么一点点，行不行？对，我就给他点了一份粥，其他的全是我的。嗯，好吧，那我先走了。你看好他，不准他吃太多，不然我跟你绝交。来，可乐，可乐，可乐，妈妈来啦！你好好吃饭啊，好好吃饭，听到没有？吃饭啊，走了啊，拜拜。哎，去哪儿啊？哎，去！哎呀，走了。李曼妮，李曼妮，
好的你，来试一下。你来试，好，来，两个一起切。哎，行，来啊，对对，我来，来看，好，可以了吗？对，连着。哎，嘿嘿，可以，炸弹，没办法。没办法，喂，你是不是最近太闲了呀？我们两个也没什么事儿干呀，你也不回来。哦，小心，来，我听说薛岩晚上要去图书馆准备辩论赛，她是我们学院的一扁唯一的女生，晚上回去好像不太安全啊。哎呀，关我什么事？哎呀，我作业还没做完，我先回学校了，好吧？好吧，走，我先走了啊。我刚刚回家给可乐添了吃的和水，他跟我说让你乖乖躺好，听妈妈的话。爸爸当然会听妈妈的话了。然后呢，我没有找到你的家庭照，所以我就打了一张我们的。挺好看的。我是说可乐好看。喂，妈。喂，芝芝。我晚点再打给你好不好？我现在有点事情。哎，好，妈不吵你了。好，拜拜。拜拜。你住院的事情要不要跟家里人说一声啊？要看电影吗？你先自己看吧，我有事情要忙。Hello， 哎，轩言，好巧啊！一起去图书馆吗？好呀，走一起。干什么呀？这男的这么丑。好吧，没想到能在这里遇见你。对啊。报到你。班长，什么事儿？我就不跟你兜圈子了。今天是你故意冲撞池师兄的吧？我撞的，不是啊。我今天仔细想了一下我们白天的站位，当时是你负责防守的。不是，我负责防守，就是我撞的他，你这什么逻辑啊，班长？说不通啊。那我们当时所有人都上去看他的时候，你为什么往后退啊？我看你是记忆错乱了吧，班长？我怎么往后退了？我没往后退。我觉得你最好主动认错，然后去跟他道个歉。我道歉？我没撞他，我为什么要道歉？班长，什么事儿啊？你们可不能搞秘密工作呀！没事。
变 VIP 病房。哎，是李景山耶，感觉怎么样？挺好。请进。Jason。哦，景山，哦，李景山，这是裴认知，认知，这是李景山。怎么住院了？我到学校找你，才知道你住院了。啊，有什么事儿吗？哦，我经纪人帮我接了一个封面，然后他们说要是想效果好的话，找一个 CP 搭档一起上封面。我就想到了我们一起钻山高的老战友啊。啊。哎，认知，你去哪儿啊？哦，我去打饭。哦，不着急，等一下。嗯。哦，这是你女朋友吧？别误会啊，我们就是工作。没有啊。你联系过托尼吗？还没有，我想先问问你的意见呗。嗯，那恐怕要让你失望了。我前段时间才和女朋友公开恋情，这个时候合拍封面，可能对你会造成不好的影响。啊，好，没事，那祝福你们。谢谢医生。哎，他片子出来了，你看一下。好，我看一下。他没事了吧？没事，小伙子身体好着呢。啊，那我可以回家了。把手续办一下，随时都能走啊！以后打篮球注意一点，别再让你女朋友担心了。啊，谢谢。好，不谢不谢。那我们走了。哎，好，走好。这样，我们先回宿舍把东西放下，半个小时之后在学校门口集合。行，那个果篮还有鲜花我们已经订好了，就在我们宿舍放着。那到时候我们先拿下来。行，可以，那我们在宿舍楼下等你啊。没问题，走吧。走吧。咱们现在就回去吧。薛燕说他已经在来的路上了。其实没必要那么客气的。他们也觉得不好意思嘛，毕竟是跟他们一起打篮球赛。好，那就回病房等他们。哎，等等，我也要去。哎，你不昨天去了吗？我发小男朋友不得勤跑着点吗？咱们赶紧上车吧。这车坐不下了。那我怎么办啊？自己打车去吧你。师傅，我们赶时间。